连假最后一天来看这个彰化，大家嘛把连假最后一天彰化这个花坛火山岩呢出现真侪赏火民众，因为即马正是呢李亚火甲烟火开火的时阵，有一寡聚会人3、5个好朋友约了做伙去赏火，也有印度去的民众讲头一摆看到李火，讲真正有够水。 烈火开火就真像白洗，随甲学了解得知，游客嘛发觉心花开。啊，烈火有水无？真水，专工诶，整个排队听咧讲，毋过这来看，感觉搁较水。民众招好朋友做伙来赏火，嘛有外国人头一摆来看烈火。在印度我没有看过，我觉得这样很漂亮。边仔烟火嘛开到满世界，互现场的气氛真浪漫特区。 袂输日本啊！来了这火是足水的。这是中华花坛的好山岩，有真侪民众把握上尾花期，跟趁年假出来看花。这是最后的一波了哈，2个月后，我们金针花开的时候，也是理智成熟的时候。啊，中华鹿港年假嘛是人气强强滚，第二摆迄天的鹿港街啊，人气甲可足足。 点心档、佚佗名店拢是人，要上主要台爱搁坐椅排队，延长台生理嘛好甲变过。 平常价的话是超过2000多台，廉价的话就是可能会再多准备1000台。连假好天气，民众出去佚佗，有通食，有通耍，嘛替中华景点带来人气。